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9月30号。今天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19节到26节，耶利米书第52章第12节到30节，启示录第2章第12节到2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得胜。得胜，通常有这样盼望的人，都是因为在境况很不好的这种情况之下，因为呢，在困苦中的人会有一个盼望，他们希望上帝可以帮助他们自己脱离这样的一个困境。一般而言，生活在顺境的人们是不会需要有这样的盼望。就如同诗篇23篇第4节到第5节的经文所说的，纵使走过阴森山谷，我也不怕灾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用杖领我，用棍护卫我，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待我如上宾，斟满我的杯。经历的苦难是，经历过苦难的这种胜利呢，是会更甘甜，更值得人们去庆贺的。以色列的历史其实并不是一个一帆风顺、永远和平的历史过程。以色列人无论在顺境或是在逆境当中，其实他们要学习的就是紧紧的跟随上帝。但是可惜的是，以色列人却选择了远离上帝，然后去敬拜偶像。在政治立场上呢，骑墙式的立场，想要从强敌之间穿梭，得到平安。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但是离开了上帝的保守，强敌更不可能让他们随心所欲的这样子穿梭更换友邦的立场，在强敌环绕之间穿梭，得到苟安。耶利米先知这样记载以色列重要的历史经历，就是人民被掳，圣殿被毁。昨天的经文记载了西底家王和他们的全家，以及这个王宫当中重要官员通通被抓，在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被杀，进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国就被灭绝了，并且也看到那个代表以色列的信仰、政治、经济的中心耶路撒冷也被毁掉了。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19年5月10号，王的顾问兼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他放火烧毁圣殿、王宫和耶路撒冷城里所有的达官贵人的大房子。他的军队拆毁了城墙，然后尼布撒拉旦把留在城里的向他投降的人以及各项技工都掳到巴比伦去。
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将所有的以色列上流人士、精锐人士，全部都掳到巴比伦去了，而将最穷困的人、农人留在犹太地。他们将圣殿建筑中最贵重的部分打碎，运到了巴比伦。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共分了3次，将以色列人掳掠，总共有4600人前往巴比伦。圣经告诉我们，尼布撒拉旦护卫长也掳走了祭司长希莱亚、副祭司长西番雅和圣殿的3个重要官员。他又在城里逮捕了1位指挥官，7个留在城里的王室顾问，1个专管军队文件的副指挥官，和60个地方上的重要人士。尼布撒拉旦把他们押解到巴比伦王面前。那个时候，王在哈马境内的利比拉，就在当地，他命令人拷打他们，把他们处死。这样，犹大人被掳，离开了本土。以下是尼布甲尼撒俘虏的人数。他在位的第7年俘虏了3023人。第18年从耶路撒冷俘了832人。第23年尼布甲尼撒俘虏了742人，总数是4600人。以色列经历了从埃及被解放，过了红海，也经历了辛苦但是充满恩典的旷野40年的生活，后来进入应许之地迦南地，逐渐的茁壮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大卫王朝的最高峰。后来所罗门建造了当时候全世界最羡慕的耶路撒冷圣殿，但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敬拜偶像，远离了上帝的真道，当然他们也失去了上帝的保守，因而他们的国家就被灭了，人民就被掳了。从此时刻开始，以色列人就开始了被掳的生活，又再次的如同埃及一样的被奴隶的这个生活一样呢。他们的苦难是因为被掳掠，他们的盼望是想要归回故土的可能。也如同美国的黑奴在受奴隶的境况之下，他们盼望着上帝的解放保守。因此有一首当时候的黑人灵歌 We shall overcome， 就是在形容他们这样的一个心境。他们期待着有上帝的保守，能够被解放，能够得到自由，靠着上帝来得胜。在困境当中的以色列人当然就开始向上帝哀求，他们上帝回应了他们的话说，
你要写信给别迦摩教会的天使，那位有双刃利剑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住处就是撒旦称王的地方，但是你对我忠诚，甚至当我忠心见证人安提帕在撒旦的地盘被杀害时，你没有放弃对我的信心。但是我们知道，要领受上帝救恩的人，就必须要先回转来向上帝，要再度的表现出对上帝的忠诚。约翰在启示录中对别迦摩教会的基督徒这样说道：不过有些事我要责备你们，你们当中有人随从巴兰的教训。这巴兰引诱了巴勒，教唆以色列人犯罪，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又犯淫乱的行为。同样的，你们当中有人随从了尼哥拉派的教训，所以你要悔改。若不悔改，我马上就来，用我口中的剑攻击这些人。约翰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要先悔改，转向上帝，否则就会遇到更大的困境。约翰谈到得胜，他说：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的都当听吧。至于那得胜的人，我要赐下那隐藏着的玛拿，我要给他一块白石头，上面写着新的名字。这名字除了接受的人，别人都不认得。耶利米哀歌第3章19节到26节。想起我的痛苦和流浪，简直是苦涩的毒药。我不断地想起这些事，我的心灵沉闷难言。当我想起另一件事，希望又重新燃起。上帝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像晨曦那样的清新，像太阳东升那样的确实。上主是我所有的一切，我把希望寄托于他。寻求他、信靠他的人，上主施恩给他们。因此，我们应该仰望他，耐心等候他的救恩。我们都在困苦艰难中度过我们的人生，我们需要主的保守带领，让我们能够平安地度过人生的死荫幽谷。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